點解新一代 Super 不再令車迷認可，話係換殼嘅寶馬 Z4？ 咁以前嘅 Super 究竟有幾把炮呢？今日就帶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Super 嘅高光事跡。喺7、80年代，歐美地區十分流行跑車文化，而且隔籬嘅日產 Z 系列又賣得風生水起，於是豐田就把旗下嘅 Celica Liftback 改裝成為2.5升嘅直六引擎，調整下車身同寬度，外觀再做細微嘅變化，就誕生咗第一代 Super。但係當時並唔係叫呢個名，而係叫 Toyota Celica Double X。咁啱得咁巧，就同美國當時嘅電影分級制度中代表成人向嘅等級 X 撞上，為咗避免產生負面形象，先至改名為 Celica Super 喺北美發行。而 Super 比其他歐美跑車要多出一個優點，就係夠平啊，9578美元，好快就喺北美地區一炮而紅。而到咗第二代 Super 就加咗渦輪增壓同 GPS， 車頭燈改成為當下最流行嘅跳燈，仲有 Lotus 蓮花調校過嘅懸掛，加強咗操控性。之後俾各大媒體所提及，使得 Super 嘅名氣更上一層樓。到咗第三代 Super， 為咗自身跑車嘅定位更加明確，從 Celica 獨立出嚟，正式改名為 Toyota Super， 獲得咗新一代引擎 Wingo J 2.5升雙渦輪280匹馬力，08加速6秒，懸掛避震等都做咗升級，使得 Super 真正成為一台純粹嘅運動跑車。而最令 Super 名聲大噪、最有代表性嘅就係第四代 Super 啦，喺頭文字 D 同速度與激情中都有佢嘅身影。原廠搭載 Ego Z 引擎，324匹馬力，427牛米，08加速只有4.6秒。雖然呢啲數據都唔算誇張，但係當永田和彥將一台 Super 植入 RB26 引擎，將馬力壓榨到750匹之後，喺英國開到328公里每小時，當晚就俾差佬捉住咗啦。之後又將一台 V12 嘅發動機塞入 Super， 喺意大利嘅賽道上跑出358公里每小時，就足以可以睇得出呢台車嘅改裝潛力係有幾咁恐怖。圓潤可愛嘅外形卻處處充滿着侵略性，可惜係自從02年停產後就再都冇新嘅 Super 消息啦。直到2018年，豐田同寶馬聯合開發嘅第5代 Super 終於亮相，但係因為引擎內飾都係寶馬嘅，甚至生產都係奧地利一間叫 Middlestare 工廠代工生產，所以飽受車迷謾罵。不過經過呢幾年可以睇出 GR Super 都係可以經得住市場嘅考驗，各方面性能都 OK， 而且買呢台車嘅人唔單止係想為情懷買單，更加想喺呢個電車泛濫嘅時代體驗純跑車嘅駕駛樂趣。